1997年4月，81歲嘅鄧永祥因病去世。作為遺孀嘅洪金梅聽講後前去奔喪，卻被4個子女拒於靈堂以外。洪金梅亦唔係省油嘅燈，揚言要去搶屍，再另設靈堂。一場葬禮活生生變成鬧劇，仲喺佢拎出4000萬之後，幾個子女先俾佢去靈堂拜祭咗鄧永祥，宣告遺產。得知鄧永祥咁羞辱自己，只俾自己1蚊嘅遺產之後，氣急敗壞嘅洪金梅將鄧永祥同幾個兒女告上咗法庭。洪金梅同好友4隻愛犬，為咗惡心幾個兒女，去鄧永祥墓地時，佢帶咗4條狗去弔唁，並話：我帶住你嘅4個好兒女嚟睇你啦。僅1997年下半年，洪金梅同4個兒女3次對簿公堂，官司猶如老太太嘅割腳布，又臭又長，一打就係來來回回咁10年。直到2006年，終審法院做出判決，鄧永祥遺囑有效，洪金梅敗訴，才宣告結束。母子間嘅爭產案，相關嘅報道喺電視台係輪番播出，創下218萬嘅收視率，引得60多家記者喺佢屋企門口全日24小時蹲守。對外界唔理解自己瞞住鄧永祥私下轉移財產嘅行為，洪金梅亦好委屈，自然一切為咗兒女。佢話：全香港都識你冇用，法律唔識你，萬一以後長哥百年歸老，蔡珍珠嘅兒女嚟靈堂爭吵，光憑佢哋幾個臭小子，點比得過人哋學業有成？佢坦言，獨攬財產嘅本意係兒女哋唔善理財，肯定會將分得嘅物業全部賣晒。而喺佢名下嘅財產，經過佢多年嘅打理，已經升值唔少。不過佢冇諗過鄧永祥竟然唔厭舊情，把事情做得咁絕。自從鄧永祥去世後，洪金梅並冇新歡，只係一個人孤獨地住喺鄧永祥生前饋贈俾佢嘅永祥苑入邊。客廳入面掛住佢同鄧永祥嘅巨幅結婚相。佢嘅61歲壽誕時，4個兒女齊齊現身為洪金梅慶生。正當外界以為佢哋母子已經合好如初啦，唔久之後，佢卻主動向媒體爆料，幾個子女非常唔孝，揾佢就係逼佢喺啲文件上面簽字，動機全部都係為咗錢。兒女哋咁薄情寡義，只當自己冇生佢哋。雙方你來我往，各講各嘅理，將啲陳年往事好似剩飯一樣又炒咗一次，聽得都令人生厭。觀眾由最初嘅好奇到直呼受唔到，紛紛向電視台投訴，聲稱再唔願意睇到呢個母子幾個人嘅新聞。2017年，母子間嘅戰爭先宣告結束，因為洪金梅再也鬧唔動啦。佢得咗肺癌，自知時日唔多嘅佢，亦試住放下同兒女嘅恩怨，並向外宣布自己逝後將所有財產約15億饋贈俾4個兒女。人之將死，其言已哀。佢只係希望兒女將自己埋喺永祥苑大宅後院嘅荔枝樹下。有人取測，如果將亡人埋喺自己院入面，呢間屋肯定就唔值錢啦，亦冇人敢買。洪金梅呢個舉動有意唔俾兒女賣晒永祥苑大宅，呢座大宅入面有太多佢同鄧永祥嘅記憶。自從17歲認識鄧永祥開始，直到74歲離世，洪金梅嘅一生都喺追求錢財。可惜錢呢樣嘢，生唔帶嚟，死唔帶去，爭嚟爭去，不過係場空。